sparking stars. We won't need to worry when we spark. 我是傻逼白痴，我是伟俊，他是伟哲，我是鼓手，他是主唱。大家好，我是理想混蛋，嗨，我是鼓手 Look， 我是主唱 JJ， 我是吉他手建廷。大家好，我是德光姐。寻人启事，好，我们是一个阿卡贝拉的乐团。大家好，我是歌王刘妈妈的。我是黄雨涵。我是 VH 的吉他手一起，然后也是特优这张 EP 的制作人。大家好，我是五五声的贝斯手，然后今天代表五五声前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龙乐队的鼓手，我是黄队员。我是主唱立场。我是王这个吉他手，不错。旁边这位是这个张宝生，不是贝斯手。我是放在一个呢。以前是50赫兹的主唱。我叫光显，我之前 Ripple 的主唱。是这个位主唱阿三。大家好，我是守卫人主唱旭章。大家好，我是守卫人鼓手基伟。大家好，我是 Christy 现场的 Cindy。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ry 是的贝斯手米许。我是 Mary 是主唱嘉许。大家好，我是好乐团。我是小红。我是子健。那个 D 的声音是谁？小米这位。因为和声通常会比较专注听和声嘛。然后我刚刚想，哇，这个 D 声音是谁的？好像不知道这个声音。哇，有加粗，你要加粗吗？你要加粗给我。要讲一口啊。你可以当做我跟他讲一口。什么？打一口屁。真的好，没有讲。哦，这个一半而已哦。哇，你们做出一个10集的一首歌，8分半的歌演起来就很累。这声音是谁？跟你们比较接近，就是不会台语的部分算接近。第一个特征是这样。我们认识吗？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。第二个他的称号是客家 IU。黄雨涵。对。哦，你看一下就中。完全听不我不知懂。道你可以唱这么高那个爆发上去的时候，因为我比较熟悉的你们比较像，我觉得比较贱的一点。然后我每次听到那个点，我就不会吃面，我就会开始大口吃牛肉。很高偏高。我是把摩托车丢到一个荒岛上，然后让他一个人唱出这种有一种悲凄的感觉。就炸了之后，你的那个 vocal 就是还是很细腻，我觉得很厉害。就是一般来说到这样这么满的一个氛围的时候，其实很难做到就是表情很细。但现在就到一个更激动的地方了，对吧？听一下，先听一下 vocal 可以处理全满的，很爽 ，range 非常广。你们是一起制作的，感受到他的一些伸进去的感觉。对口语的词啊，或什么，是还蛮精彩的。可是这首歌听起来绝望，很绝望。是吗？算是啊，算是。你不能说绝望，就是甚至好像有点怨怼。我会找到跟我一样歌很强。蛮有高潮的一个气氛，一个层次变化，然后也蛮有对话感。情绪铺排还蛮好的。早上你讲到 OS 啊，好像讲到一口白呀，练起来真的是很有画面感，画面的呈现跟情绪的铺排跟堆积啊，刚刚说到很到位，那个到位是说早熟啊，对一群年轻人来讲，真的我觉得他们很早熟，但是又做得很棒。在做专辑的时候，我们思考面向观众的这个部分的确是比较少。简单来讲，就是我们比较任性。他们开心最重要。那我觉得喜欢的人一定都要支持，每个版本都有它精华的地方。就是有些版本还是现场车祸的，怎么办？我们也想吃过。会努力让它消失。demo 很珍贵，可是有时候一些小瑕疵，我们自己听得见会很不好意思。但是听众好像特别喜欢 demo， 私下不好意思给我们。最好的样子就在于那个时，所以就在那个时间，在那边就是尾数的形状。就算你后来就是别人跟你说，怎样会变更好，我还是会觉得这是自己那个时候可以做出来最好的。这和声是谁啊？应该是我。哦，你跟你们两个。对，我们两个对。哦，台语好像蛮标准的，很有精神。很有精神。不好在讲什么，很有精神，很有朝气的。然后搭配这个二胡从头拉到尾，蛮棒的。可以听你的音。对。乐器选歌曲。
跟特斯认识很久了吧？是吧？蛮久。其实我已经忘记是什么时候认识，一定是一起表演嘛。然后我们还一起表演过蛮多次。只知道我们是演完不知道哪一场，然后一起去吃热炒左手。第一次看到特修斯本人是在 HOT 的时候，他们说本人类，然后觉得他们看起来好凶哦，有霸道总裁的感觉。跟我没老认识之后是反差萌，发现原来不是霸道总裁，算是善良的男孩们。我第一届开始在南面儿歌的选拔里面，第一届听到赌醉，所以我一开始侯醉讲这个乐团应该理会蛮大的，对，等到后来比赛的时候，我就哇，原来他们真的是小厉害。这次特别是大概3年前，然后有一个活动叫“时光计划”，我们都是学生团，这么老，太久了吗？坐我隔壁的是我的导师，对啊，导师。我的导师，没想到3年后，就是老师各自帮我们制作了一张专辑跟 EP 的部分。然后那时候就发片。先讲干嘛？2年前还1年多前有一场 GQ 的演出，然后有特修斯，我就有稍微去听。可是那时候主唱智正好像没有来唱，那时候是一个女生来代打。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以为特修斯是女主唱的团。就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，半夜就坐公车回家，想说前几站下车稍微用走回家散步一下，就有人骑机车从旁边经过，把我叫住，我就吓死了。然后这个人要怎样，一直逼近我。然后他就说：“你好，我是特修斯的主唱。”不是，然后这个人是怎样？因为我之前看到是女主唱，稍微闲聊才知道这件事情。对啊，吓到半夜12点1点吧。我第一次就还不认识小郑的时候，我就在那个路口那边等马路，然后小郑就走过来说：“可以请你什么？”我在这里有开面店，然后蛮多问的。是谁念的？是谁？是你吗？台语歌手你们应该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有吗？对。所以前面在模仿他的好学生。不是。为什么会选演奏曲？巡演之前就想说要有，让他情绪是和缓。他每一场跟阿嬷讲的菜名都不一样。那时候录之前最大的麻烦是他必须决定他到底要讲哪一道菜。所以你的身材其实是阿嬷喂出来的，有一种饿叫阿嬷觉得你饿，还一边骂一边塞，给我叫。我是听得有台语，但是这样子的国语对我来说很有感觉。用点啊，雨夜花吗？对。错。不要害怕，就唱。你是鼓手，不要害怕。到底是哪一首？这个应该也是音乐课会教的吧？是说公布答案吗？5个字。公布答案。是黄昏的故乡。人就是很会唱。我很喜欢这首歌。这首歌在配主唱自己组的后面，就是耳朵被声音填满，体内被他们食材填满。我觉得他们老师的歌是对。下班然后吃软面，然后就听着这首，就是那个旋律进来，你就有那个感觉。不管你是在人生的哪一个时段，或多或少遇到这件事情。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了解，因为我们也很难了解到，就是比我们大12岁，真正觉得一天不能重来的那个以太多。自己的方面会虽然没有一些太多关在他，我觉得他偏过小时候这些亲情的对话，其实在一起就长大了，有点像感觉像，也许他们会孙子那个小孩，是有这种就是会有状。我爸妈就跟我讲，台湾一定要配合你，所以导致我说听这句话。他跟我爸妈在讲英语的时候讲，因为他讲都在讲，但是后来我有同学，哦，听懂吗？不错啊，好吃啊，牛肉豆干也很好吃，美国牛也很赞。我在国中的时候有段时间就是都要自己回家，然后就一直过去。然后那时候还不是一半的时候，对，一半的时候是怎样？很久，就以前是一半美发，一半面。好扯哦，是什么时候？好，谢谢各位。好吃啊，没人第一餐。第一餐特别好吃，开始美食评论。就是汤是一个味道，
然后肉是一个味道，然后这两个东西混着吃，很有层次。所以为什么我一直会吃呢？因为肉跟汤是分开的，肉是另外一锅卤的。对。所以吃起来很有层次。会吃。所以我刚才才说，我听到很爽，我看大伙吃了。像对牛肉有感，对牛肉跟加面，对牛肉有感，对面有感，但对牛肉没有感啊。但是我刚刚吃这个，我就觉得有种好像领肉的，就是我觉得领肉的，对，就是领皮跟肉，因为我不会把它当做牛肉面。所以我觉得汤跟牛肉应该要用比对了。因为它这种肉的话，最好直接把它上。关系面，我也超喜欢细面，细面可以带那个汤头上来。汤面很好，我那整碗都要煎。好吃，口角赞，好吃。牛肉入口即化，然后汤头甜而不腻。是牛肉，就是我没有吃过这种甜的，然后这个肉真的很烂。牛肉炖的，不会7749天吧？没有，这面好吃哎，从头到尾都是，对，有熬的。大家都对这件事情感到怀疑。对啊，感觉很完整。4种歌应该是有一个很强的叙事性。非常特殊风格的歌曲，怎样有是吗？导性很强的音乐气氛，很明确的表达出就是我是它的入口面向概念很正，很爽。对，蛮爽。在吃牛肉面的时候听着蛮爽的。我觉得就是很有一个色调，然后它这个色调是有一点阴郁的，但是其实又很温暖。引导的成分蛮多，好像呈现在一个影响的一件事情，然后不是那么很强烈的把情感塞。它应该要很电影，因为那时候我没有听到歌，我只有看你们 Facebook 上面写，为什么你会以前电影那听完我就比较有感觉。好，我可能不是前200，我是前一个听到这张唱片。我觉得这张唱片就是跟之前特优是比较不一样，他们之前有发行一些歌，半衰期或者是您什么零星凝望，凝心凝望，对，因为它太老口，凝心凝望，零星凝望，这名字很好，大家试一下，一下会被正则住一下，就是会愣住，想要这是怎样？很酷啊！如果我第一场听到你们到处3年期间都没有听过你们歌的话，我直接听我会吓到。对吧？是真的会吓到。他可能会觉得，他可能会觉得我还是喜欢内幕。对。会不喜欢听他，可是会很喜欢你们的歌曲的核心价值的人，还是会很喜欢。我觉得很适合在沉淀在一个情绪底下，然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念书。念书可以。堆叠的东西会被吸进去。算很稳重，也很诚实，然后会很喜欢，谢谢。是没有，是我们要说谢谢吧。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都会里面的平台，你有很多话想要对方讲，但是你讲不出口。我自己是把它当就是国外歌听，很有情感。就是我觉得华语歌它是有一种慢，比较含蓄。听音乐的话就蛮需要品味品尝，就是有需要时间。好不好呀？也会做结尾。可能之前听到会觉得就是很，可能就是觉得很爽之类的，然后什么比较表象的层次，我觉得，然后可能到了24、25之后，接触的事情多了，他们的音乐里面就会自然而然就多了一种和自己对话，还有和环境在对话，小的各非常多啊。那画面你就会瞬间回去到小时候，我觉得那首歌挺好，就是真正的画面让我穿过去，因为它是生病了，所以它歌那可能蛮辛苦，对，然后你就突然觉得就是那点擦眼泪，有没有擦汗？厉害，未来的大。啊，干嘛不对吗？你真的是不能再自称民谣乐手。那我要叫我闭嘴。大帅团。那什么时候要学练？这个募资计划有一个小的专场，当天进场的观众也会跟你们一样吃面，边吃边。让我推荐一下，就是这个豆干，超赞。大家好，我是维泽。哇，维泽你好。不要笑。不要笑。这聊完了。哎，怎么那么快？
没有，这是练的谁？是我，你有想不到吗？说把小绿变成阿德，小绿变成阿德老师。好扯哦！没有，然后没有伤在这个世界就没有意义了。我一晚到起来肉跟面，然后我要放边啊，不能鄙视他，不要给我，对，你给我算了。这个好吃。这如果在亚洲卖的话，会很热。你们会喜欢吃这种入味的？客家 IU 的认真，客家 IU 认真。就到时候那个豆干真空包，然后听到特修斯团，想要什么金属乐团之类的，对，大家都会这样。因为就我对志正的认识，他正常的时候讲话还蛮客气、蛮温柔的，所以后来我仔细听特修斯的音乐，我就吓到，哇，这么激昂啊！像自我介绍，自我介绍。阿三先生自我介绍，自我介绍时间，自我介绍时间。对，你刚刚讲话，我刚刚讲话，所以我刚刚说不能带太密。最喜欢吃的巧克力。不是，是巧克力。超蛤蜊。哦，超蛤蜊啊，不是巧克力，你这个洋人。那我要问很严肃的2个问题，就是，好，你们比较严肃，对不起。